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下礼拜啊，我要到花莲去啊，我一定要再去呢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走一走。那里除了有日式的快木房舍留下来之外呢，还保留了当时运送林木的铁路枕木哦。而说到了枕木，就是赠木，枕木就是枕木的意思哦。在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凉亭，凉亭居高临下，可以赏美景，很惬意。那么凉亭呢，就是凉亭。凉亭就是凉亭了，在凉亭里头聊天，你会觉得好像穿越时光隧道，来到了那个繁华的年代哦。而说到聊天，就是大追顾。大追顾呢，就是聊天。因此，今天要教给你的一整句话呢，是很多人喜欢在凉亭聊天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懂懂你爱到凉亭风大追顾。懂懂你爱到凉亭风大追顾。今天 Go Go 公好吧呢，带您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去走一走。林田山啊，林业文化园区啊，还保留传统的枕木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去多照几张相。凯茜，你看那里有个凉亭哎，我们可以去那边大追顾。好啊。哎，你看从凉亭啊看出去，这视野真的很棒哎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我觉得啊，这个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真的很美耶。对呀，而且像你说的哦，在上头真的有座凉亭，居高临下，真的可以赏美景呢。所以啊，赶紧帮你复习一下，在这个园区里面呢，你会常常看到的铁道枕木，枕木就是赠木，赠木就是枕木了，没错。那除了枕木之外呢，另外你还可以看得到凉亭哦。那里的凉亭呢，你一定要上去看一看哦。凉亭就是凉亭，凉亭就是凉亭哦。当然啊，很多人喜欢在凉亭上面聊聊天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一边聊天一边吹着徐徐微风，人生一大乐事。聊天呢，就是大追顾。大追顾就是聊天了，像我们两个呢，就真的很喜欢大追顾，戏剧效果啦。那么赶紧帮你复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很多人喜欢在凉亭聊天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懂懂你爱到凉亭风大追顾，懂懂你爱到凉亭风大追顾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您到园区里面去走一走，很惬意吧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